有300多公顷的家己布地盐田湿地是渡鸟过冬的主要地点。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举办渡鸟季的活动，邀请民众以袂影响到渡鸟找食甲生态方式，来推广欣赏鸟仔的观光发展。民众用千里镜来看渡鸟。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管理处伫布地盐田的湿地举办渡鸟季活动。 吸引真侪民众参加。北面披露来讲，事实上是有一部分都会到这边，变成这边可能会比旗鼓那边现在目前来的多。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来为这个我们社区，为我们这个生态注重，然后继续呢跟经济跟这个部分旅游把它结合起来。 这个所在伫2001年无国排盐了后，300多公顷的范围，豆豆仔争做渡鸟过冬的栖息地。高雄野鸟协会、枫叶保护协会，佮有在地社区头摆甲公部门合作，希望用旅游的方式发展地方的经济，嘛推广生态教育。早期应该是说，我们大概赏鸟点第首选是鳌谷啦。这两年布袋盐田应该是富裕的不错哈。 布地串联西南沿海湿地，是台湾西岸重要的生态环境。今年乌面老尾来遮的记录是1429只。云嘉南风管处表示，配合 NGO 组织甲县府水利单位的合作，会当让这个所在将做有生态教育、佮有观光发展的新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